大家好啊，我係簡師兄。有一段日子冇拍片啦。嗱，咁其實事源咧，呢條新片點解會出現呢？因為咧有同嗰啲網友啦，咁啊喺電郵交流啦。咁其實有啲網友咧之前咧有睇過我一啲片，咁其中有啲喺幾年前噶啦，我諗到2020度啦吓。咁咧就係有一份免費可以索取嘅。其實咧就未來10年。就嗰個空災病飛星到訪速查表嚇。咁咧佢又問我就即係而家2026年中啦，咁即係會唔會有份 update 嘅？嗱，咁其實咧我就後尾諗過，喂，不如咁啦，唔好整份嘢出嚟啦，唉，索性咧就係即係每個月之後咧，就我出一條片，就講翻下一個月究竟佢會唔會邊啲方位佢會有啲特別嘢。嗱，咁當日咧呢一份嘢咧，就其實係列翻即係邊一年啊，咁啊以氣候為主啦嚇。咁啊氣候喺邊嘅，就邊一年邊個月，咁啊即係如果佢有嘢就係即係火災啊、疾病死亡啊、咩社會秩序破壞啊咁樣。咁其實呢啲就基本上跟咧就係個集運新案嗰個方式去做啊。咁就即係只不過我用咗就係個方位去講嘅啫啊。咁嗱，其實就因為要 update 份嘢咧，個底稿啊，其實我都唔知即係擺咗去邊啦嚇，因為轉過幾次電腦啊。咁所以咧唔係揾唔到嘅，即係要揾會揾得到嘅。咁但係咧咁樣又 update 10年咧，又好似有啲拗教嚇。咁所以咧，我索性咧就拍片去做，係啦。咁所以咧應該咧嗱，以後咧就 until 到 finish 啊，即係 I mean until 到我唔拍，咁咧就每一個月咧就會講翻有條片，就會講翻咧下一個月嚟緊啲飛星會唔會喺某啲方位有啲特別嘢啊？咁可能有啲月份咧就乜都冇事嘅，8個方位都冇事嘅。咁但係有啲情況可能一個月咧都有啲問題嚇。咁同埋咧就可能我都唔會淨係話火災啊、疾病死亡啊、秩序破壞啊，咁即係嗰3個主題啊。咁因為當年咧嗰個集運新案個作者咧就係以呢3個為主嘅啊。咁但係其實佢因為個紫白飛星咧個組合佢都會有唔同嘢出嘅啊。咁所以你火災咁好通常都即係會有水災㗎啦，係咪？因為你要救火啊嘛。咁所以你火就會水一齊嘅啊。咁例如社會秩序破壞或者秩序破壞啦嚇。咁其實嗰類咧就係同啲是非啊、毆鬥啊、官非啊、打交啊各類都會有啲關係嚇，勾心鬥角啊嗰啲嚇。咁所以咧就廣義咗佢嚇，我就唔用呢個方法去講噶啦嚇。嗱，咁日後嘅形式咧，其實就即係都係咁啦。我其實基本上有個 app 嘅，就自己攞嚟用嘅啊。咁佢其中咧有一個咧就係個叫做紫白飛星日課啊，係嘛？係啦，紫白飛星日課。嗱，咁其實嗱，例如我哋講下一個月啦嚇，咁啊唔好講到日或者時啦，淨係講月啫。咁嗱，今日咧我拍片咧7月15號嘛啊，咁你當下一個月，咁其實咧就當8月15啦嚇。嗱，咁其實佢就係丙午年丙申月係咪啊？丙申月。咁嗱，其實咧你會見到咧，佢就個九宮就 show 咗嗰啲即係顯示咗啦嚇，嗰啲年啊、月啊嗰啲飛星出嚟嘅啊。咁嗱，如果佢咁睇嘅情況咧，比較有問題嘅位咧，嗱，第一當然係午黃呢個位啦，係咪啊？近宮咁啊，即係東北邊啦嚇。咁如果你本身個底盤有2啊、有5啊、有一堆其他啲嘢咧，即係同佢有關嗰堆咧，咁其實嗰個雙星組合咧都容易有事。咁呢個係嗰個理氣啫。咁加上你住嗰個空間，或者你用緊個空間，佢個氣口啊，佢喺個近宮係有氣口係經常喐嘅。咁其實咧就容易有應數亦都不一定應但係即係有個風險咁我哋做呢啲都係風險管理啫咁嗱，跟住北邊咧6、7啊交劍啦，係咪6、7咁通常咧都係一啲打鬥即係打鬥為主啦或者即係要拆火即係你兩個合伙會拆火諸如此類，咁都係要有氣口為即係嗰個應數啦咁西北邊啦，咁2、3鬥牛，咁其實都係噶啦。咁個2、3鬥牛都係容易有拗撬有成咁所以咧嗱，如果你
即係綜合去睇啦嚇，下一個月即係2026年8月，即係舊歷咧，或者喺嗰個舊歷啦就丙午年丙申月咧，其實就喺北邊嗰幾個宮位咧，就係比較麻煩啲嘅咁所以咧要特別注意啦呢個就OK 嗱咁就嗱，例如你點知個底盤係即係佢有冇事咧咁樣？咁其實咧嗱，如果你自己識起飛星，或者你睇咗我啲片識起飛星嘅咁其實咧就咦咁你其實咧就可以自己去搞嘅即係你自己去對咯咁例如佢養飛星子白咁樣嗱，咁假設佢係九運嘅揾一個呢個係啦呢個都得嘅佢四五啊嘛係咪佢呢個宮位咁佢四五本身咧。其實如果你睇翻我係假設係下一個月嘅8月15號咁我唔要，淨係要呢個咁基本上個年咧二擺落去個五，佢已經構成一個問題㗎啦，呢度都係咪咁咁跟住你七九啦係嘛？七九本身都容易有問題，即係我意思想講咧，六七雖然係交劍煞喺個坎宮咁但係咧因為你個底盤咧原局個底盤假設係九嘅。咁你咧就會九七咁九七咧就都會容易有即係一啲火燭嗰啲嘢水火啲問題咁你五加上流年個二，咁你本身二五都出事㗎啦，係咪？即係容易出事㗎啦。咁你再加上個三嘅咁佢就即係佢會一個複合嘅效應嚟複合效應咁咁如果你話係即係佢九七咁樣，喂咁大佬你可能會有一日即係假設佢上一日咁樣。佢上一日咪二咯，係咪？咁咪會972咯，係嘛？咁佢咪會97穿圖咯，係嘛？或者先後天火匯聚咯。咁你當然去到即係每一日每個鐘數咧，即係你都可以追嘅但係即係呢個咧，一般我都好少做你主要就即係風水佈局咧斷咗個底盤即係我個做法啦咁各人有各人個做法啦即係因為飛星都即係出邊坊間都好亂嘅咁總之我有我自己處理方法OK 嗱咁就即係大概介紹咗啦，咁你就自己去對啦，你唔好發個盤就嚟問我因為嗰啲咧就即係老實講，我要花時間咧，咁應該都係唔係免費㗎啦嗰啲嘢 OK 好咁恭祝大家咧就一切順利啦，一切順心咁就記住 subscribe 我用 iPhone 教風水啦，咁我係簡師兄，下次再見，好，拜拜。